开眼来。瘦如肉体，肤如凝脂。寡人直到今日才晓得，什么是闭月羞花。南后，晋上大夫来了。让他进来。是。晋上拜见南后。赐座。莲儿，给晋大夫烹茶去。是。大王已多日不到我这里来，晋大夫也没了人影。难不成我这宫里养了吃人的老虎，都让你们躲避三舍？南后说笑了，大王忙于国事，晋上也是四处为南后寻找这世间稀奇之物，没有能拿得出手的东西，晋上怎敢来拜见？哦，这么说，稀奇之物今日是有了。拿上来。这灯的做工倒也独具匠心，不过这东西即使咱们宫里不多，也不是没有。晋大夫怎可夸口说这是世间稀奇呢？南后可曾注意到，此物的材料不一般之处？乍一看像是羊脂玉石，可再一看，又比羊脂玉石更加晶莹细腻。这是何等的奇石，才有这样的品质？南后好眼力，但此物却非奇石所作，乃千岁九尾天狐之骨。莫非这就是传说中有通天之术的九尾天狐？50岁狐能化妇人，100岁狐能化美女。正是。千岁九尾天狐死后，其骨化为美女形态，晶莹细腻，赛过玉石。夜晚点亮，可让宫殿亮如白昼。但这还不是此物的绝妙之处。此物的绝妙之处在于，一旦与烛火接触，它便冉冉溢出甜香，充斥四周，经久不散。而这甜香更是世间绝无仅有之物，最暖男女之情。这么好的东西，我怎么从未听过？晋大夫真是无所不知啊！南后若是喜欢，不妨今晚就试试。大王如今连我的兰桂台都不来了，我点着灯又有何用？是啊，那就太可惜了。晋大夫，我知道大王最近政务繁忙，可无论再怎么繁忙，也用不着常常出宫啊。这里面是否有什么隐情啊？这个，晋上不太通晓。看来这中间的确有鬼。晋大夫，你我相识多年，我也没少给你帮忙。看来今日你是诚心要向我隐瞒实情了。南后恕罪，晋上实有难言之苦。说。此事知情者甚少，若大王知道是晋上多嘴，晋上的脑袋就保不住了。你的脑袋就是我的脑袋，说出来定会有你的好处。你们都下去吧。是。南后，大王出宫不为别的，
只是去了离宫章华台。章华台？南后可曾听说楚国要与吴国签订盟约？此事人人皆知。大王为五国联盟的合纵长，魏国为讨大王欢心，献上绝色美人。何等绝色？晋上不敢说。这么说，就远超于我了。南后是日月光华，怎好相比？少给我油嘴滑舌，快说。魏国美人是魏国王族，出身高贵倒在其次，论容貌的确是人间极品，有如仙书下凡。男人看了只有4个字：魂不守舍。那为何后宫无人知晓那魏国美人的一点风声？这是大王怕南后知道了心生不快，所以才传旨赐魏国美人驻章华台。那吴国有心攀附大王倒也罢了，竟然送来美女迷惑大王。一个合纵2字，竟然离间了南后与大王的恩爱。微臣看着，的确是为南后鸣不平啊。好了，我知道了。你下去吧。告辞。夫人，请看那里，那是杜若。你看那花开得多娇艳，过几日就要结果了。魏国没有杜若，我听说她接子如豆蔻，根部是药材，能理气治痛，疏风消肿。夫人好学问。大王特意让人在这章华台周边种了许多杜若和碧丽，看。碧丽结果子早，都有果实了。这果子熟透了，摘下来，用里边的果粉制成凉膏，夏日消暑，可好了。夫人，仔细着手，当心扎着。夫人，请看这边，这边是蕙兰，那是紫藤。湖面上还有鸳鸯，这些都是大王叮嘱让微臣置办的。这章华台极尽奢华，但是未免太空旷了。偌大个宫殿，里里外外除了臣妾，就都是些伺候臣妾的下人，连个说话解闷的人都没有。这也是大王的美意，以免外人搅扰了夫人的清幽。昨日我随处走动，看到西南处似乎还有一个殿宇，楼阁台榭样样精巧，不知那是何处。夫人说的那是月华台，已经许久无人居住，荒芜得很。我能否过去看看？月华台荒芜萧索，断井颓垣，夫人还是远离那地方为好。
何如此荒凉？夫人，听说这月华台过去也曾歌舞不休，后来建了那张华台，这月华台也就被割荒了。宫里都是这样，喜新厌旧的。夫人，我们还是回去吧。为什么要回去？大王若是知道奴婢把夫人带到这儿来，奴婢的性命定保不住了。那你回去吧。可是，奴婢若是把夫人一个人留在这儿，大王知道了，奴婢的性命还是保不住。所以，无论怎样，都是一样的。对奴婢是一样的，对夫人是不一样的。夫人是贵人命，奴婢是贱命。殊途同归，你和我的命都不在自己手里，又有何区别？你这话让人听了真是伤心。你是谁？我叫芈月，也算是楚国公主吧。我是魏王献给楚王的礼物，他们都叫我魏美人。哎，你站那别动。上天恩赐，你真的好美，连上天都会妒忌你的。你别这么说，因为这句话，我从小到大一个朋友都没有。真的吗？说起来，我还是有朋友的。所以啊，我会妒忌你的。哎呦，你怎么了？没什么。其实，你最好还是不知道我是谁。你若是知道了，说不定会后悔跟我说话的。我只知道眼前的这个你，你的昔日和他日，都与我没有干系。遇上你，真是我的幸运。你是不知道我的无奈，自己的命生下来，就已经被别人决定了。就像夜晚的月亮，永远是从东边升起，西边落下，不可能改变。那要看你怎么想了。月亮不也有上弦和下弦，还有15的满月吗？我又不是月亮。嗨，我只是比喻，别那么灰心。人总是有机缘的，虽没有预知，但总有相遇。就像你我这样，交个朋友吧，送给你。谢谢你。南后，请用膳吧，饭菜都快凉了。这些都是什么？啊！给我拿出去倒了！这是御厨所做上好的蒸鸡和鱼。天气炎热，大王政务繁忙，哪吃得下这些油腻之物啊？我不是跟你们说了吗？要力求清淡。南后，愣着干什么？还不快去！大王今晚还会来吗？大王为何不来啊？奴婢听说，大王去了章华台，此刻夜已深了。你再给我说一遍。奴婢说，大王去了章华台。你们都知道大王去了哪儿？大王干了什么？是不是？夫人，你们早就知道这一切了，是不是？你们为什么不去死？为什么？你我结拜姐妹，以后遇到什么难处来找我就是。我长你1岁，应该由我来照应你才是。彼此照应，不在于年长年幼。我自小孤独一人，能够遇到你，真是我最大的幸运。遇上你才是我的幸运。我日日被关在这儿，要没有你跟我说话，我都快闷死了。
殷公主，前面就是月华台了。那个芈月被关在月华台这么多日子，定是度日如年。一想到这个，我心里就好痛快。其实月公主也没有多大的过错，为后是拿淑公主无法子，拿月公主出气罢了。你懂什么？那芈月是我天生的仇人，魏后在气头上责罚了她，她定会将这笔账记到我头上。给你戴上。嗯，真好看。我来给妹妹戴上。真好看。月妹妹，月妹妹，月妹妹，你在吗？月妹妹，你怎么不说话？你是不是病了？月妹妹，月妹妹，夫人，我们回去吧。夫人，不好了，南后他来了。郑袖，拜见魏美人。拜见魏美人。你们这是干什么？南后，快请起。快，把东西都拿进来。你本是南后，后宫之主，臣妾仅仅是个美人，你这样做，岂不乱了身份尊卑？什么身份尊卑呀？妹妹是天女下凡，众芳花魁，姐姐见了只有喜欢二字，别的什么都顾不上了。再说了，这女子的容貌若分品级，妹妹必是千淑天后，我惭愧的连个侍婢都比不上，所以只好金钗不群的来拜见妹妹。南后这样抬举臣妾，让臣妾惶恐万分。切不可再叫我南后，否则啊，让我无地自容。今后你我就以姐妹相称，我愿留在章华台，日夜伺候妹妹和大王，就怕姐姐搅扰了妹妹的清静。不，这伺候二字怎可胡说？这偌大的宫殿，空空荡荡的，就我一个人住。姐姐要是愿意时常过来与我说话，我高兴还来不及呢，有何搅扰？谢妹妹不弃草莓之恩。姐姐，你这不是折杀我吗？好妹妹。好姐姐。
识短，从没有见过这么标致的长发。岂止是你见识短，我又何曾见过这宛如丝绸的秀发？曾经我也为自己的长发感到骄傲，可今日与妹妹一比，真是井底之蛙。不过我这儿有一方子，是早些年魏国美人勋姜王后护理秀发用的。此方先要采摘金鳞草、白芷、山泻、宫颠香、辛夷晒干，再加大黄、粉丹皮、细辛细细研磨成粉，加少许麻油拌匀后晒干制成。待头发洗净后，将粉末撒在头发上，再用篦子细细篦去。用此方后，不但可使头发香气袭人，还能长久保持柔软光泽、细腻如丝。妹妹，你不妨试试。都说宣姜真发如云，不屑敌也。原来是有这么好的方子在帮他。可是这个秘方太过繁琐，妹妹是慵懒之人，繁琐之事都避之不及。哪用得着妹妹亲自动手？我那儿就有现成的。莲儿，一会儿跟美人端一坛过来。是。妹妹怎敢如此劳驾姐姐？你我姐妹相称，还分什么彼此呀？那谢谢姐姐。拜见大王。臣妾拜见大王。臣妾拜见大王。起来，起来，都起来吧。你们这是？我听说美人妹妹刚刚入宫，人地两生，唯恐下人伺候不周，特来照应。我们已结为姐妹，愿同心协力，共同侍奉大王。同心协力伺候寡人。南后姐姐一片赤诚，体贴入微，待臣妾如亲姐妹一般。南后宽仁大度，开诚相见，实为后宫楷模。看到爱妃相处得如此和谐，实在是寡人之大幸，大幸啊！月妹妹，月妹妹，你在吗？多日不见，你可好？月妹妹，你在吗？月妹妹，夫人，里面好像没人。月妹妹，你这模样到底是怎么了？这些日子我浑身疼痛，四肢无力。你是不是病了？可有御医前来诊断？眼下我被禁闭在此，有人巴不得我能够快快死掉，哪里还肯派御医给我？我这症状奇得古怪，像是受了毒物之害。是何人要害你？我去禀报大王。他位高权重，无人可奈何得了他。再说，他想害我，定是早谋划的滴水不漏。这怎么办？月妹妹，我要怎样才能帮你？你看到那
些灌木吗？开着白色的小花。是开着球状的小花吗？它们是土茯苓，你若能挖出它们的根茎，或许还能救我一命。好，你等我，快帮我一起拔。是。你怎么了？吓死我了！你要是再不把水囊取下来，我就以为你死了。我不能死，我还有2个弟弟要照顾呢。好了，我开玩笑的。我听说绿豆汤最解毒了，以后我每日都给你送来，还有一些吃食也一并送来。我近日觉得好多了，我也不知道我中的是什么毒，要真正去除还需时日。幸好有这几日的土茯苓，我被关在这里无聊，每日对着窗外辨认花草。那土茯苓是我最熟悉的，它能解毒，还能熬粥熬汤。小时候我弟弟生口疮，生疹子，魁骨也用它治。我能活下来，说明老天要我活下来。你当然要活下来，要不然你怎么对得起我这双手？这些日子挖土茯苓把我的指甲都挖烂了，昨夜大王过来，怕他看到，吓得我一直攥着拳头。大王很宠爱你。但是楚国不是我情愿要来的，可魏王说楚国要与5国联盟，我嫁过来如果能讨大王欢喜，对我，对我们魏国，对大家都好，所以我就来了。
我爹是文侯之后，在魏国也算有点地位。大王宠我，只怕是看在魏王的面子上吧。或许是，或许不是，但无论怎样，你都是我见过最美的女子。世人只要他不瞎，就会珍惜你的。如果大王他真的看中我，我一定会借机向他进言，让他找出害你的人，并放你出来。不，最好不要。你刚到楚国，还不知这楚宫里步步陷阱，人心叵测。我已算是小心，却还是吃尽了苦头。不会人人都是歹人吧？我到了楚国之后，先是遇到了你，然后就是南后姐姐，你们待我都特别好。南后？南后姐姐与我姐妹相称，她每日都到章华台来看我。除此之外，她还把最好的吃食让我先挑，最好的东西让我先用。我在家里是个独女，从小一个人孤独惯了，除了我的排箫，无人与我亲近。如今有了南后姐姐，亲姐妹相处也不过如此吧？不会吧？在这宫里，最不希望大王宠爱你的人，就该是他了。妹妹是不是一朝被蛇咬，10年怕井绳了？姐姐不信我的话也就罢了，但姐姐要记住，害人之心不可有，防人之心不可无。妹妹身陷囹圄，不能在姐姐身边左右照应，姐姐要时时警醒才好。还有，姐姐来月华台看我之事，切不可告诉任何人。哦，放心吧，这件事的轻重我自然明白，我对南后姐姐也不会说的。不过，南后姐姐她确实是真心待我，就像是你真心待我一样。放心吧。啊，我这里还有一些糕饼，你拿着充饥。来，谢谢姐姐。姐姐，妹妹这是去哪儿了？让姐姐好找。我就是随便在外面走走。这些时日与妹妹朝夕相处，一时半刻不见，还真有点想呢。看，这是我新配制好的胭脂，特意拿过来给妹妹试试。谢谢姐姐惦记。你我还客气什么呀？去给姐姐烹茶。是。快来，来，让姐姐给你试试。你看如何？这般轻薄香甜，姐姐是如何做到的？是用上好的红植竹花瓣放到干净的石臼中，慢慢将花瓣冲成后浆，细砂过滤取汁，然后将当年新骚就好的蚕丝剪成这珠核般大小，放到花枝中浸泡，取出晒干后，就成了妹妹手上这上好的胭脂。怎么了？这胭脂再好，和妹妹的人面桃花相比，也黯然失色。看来妹妹的确用不着这些东西。姐姐竟会说笑。这么好的胭脂，姐姐要不想给，妹妹可要自己拿来用了。你看美人是不是真的有点儿？你看怎么了？你仔细看。哎呦，还真是啊！哎，你看，大胆，竟然敢在美人这放肆！南后美人恕罪。姐姐，下人们常有粗疏失礼的时候，
不必和他们一般见识。若是在我那也罢，可偏偏在妹妹这儿。若不管教，岂不让外人说我放纵手下？莲儿，是，给我掌嘴！哎，姐姐且慢，何不听听他们如何为自己辩解？如果无道理，再打也不迟。既然美人给你们求情，我就给你们次机会，说，到底在嘀咕什么？婢子不敢乱说。说吧，说实话，我可以求南后不罚你们。后宫有传言，都说美人闭月羞花，千娇百媚，这是实情啊。可是就是有一处不好。何处不好？妹妹，别听他们嚼舌头。这宫里人向来善于极度挑拨。可是姐姐，妹妹还是想知道何处不好。美人的鼻子。住嘴！美人的鼻子，可是你们这些贱人可说的。给我狠狠打，好让他们知道做婢子的本分。给我接着打，打完了嘴，再罚跪2个时辰石板。大哥饶命！大哥饶命！我再也不敢乱说了。算了，姐姐，让他们下去吧。妹妹，你心肠太软了。妹妹答应过他们，若他们说实话的话，就不该罚他们。还不谢恩？谢美人宽宏大量。依着姐姐的脾气，非割了他们舌头不可。妹妹，这宫里人就好无事生非。前段日子有人嚼舌头，说赵姬虽然美貌，但声音难听。想当年这赵姬也是大王的新家人，可生了孩子后嗓子变哑了，大王也变得对她若即若离的。他不知道从哪听到这消息，心里慌得很，日日找御医下方子治嗓子。哼，说是治嗓子，其实还不是想挽回大王的心思。妹妹身体受之于父母，相貌从小未受过任何人指摘。妹妹在家是父母的掌上明珠，在外又是王孙贵女，别人巴结你还来不及呢，哪能说你一点不好？如今到了大王的储宫，美女如林，谁也不比谁弱。除了像姐姐这样真心想结交你，处处袒护你的，哪有闭口藏舌的道理？你呀，别理他们便是。姐姐也真是个粗心人，他们不说，我还真没看出妹妹脸上的缺憾。我真的看不出什么。你从小到大都看自己的面孔，自然很难看出瑕疵。莲儿，你来看看。在莲儿看，夫人的确是花容月貌，只是这鼻子有一点点，好像是有一点点。有一点点什么？一点点歪歪。难怪大王昨日跟我在一起，提起妹妹的容貌，你都不知道大王有多喜欢你。大王先是说你肌肤胜雪，秀色可餐，可后来大王又说，端详你久了，总觉得有那么一点点缺憾。妹妹别担心，大王提起此事时，我马上打岔过去了。我说，大王，你太过于挑剔了。妹妹，
是丽质天成，白玉无瑕。可是大王日日都来章华台，他总有一日会看出破绽的。傻妹妹，这兵来将挡，水来土掩。妹妹请看，这样如何？这样呢？或者是这样？谢谢姐姐细心指教，是妹妹聪慧。大王来了。爱妃不必多礼。爱妃啊，寡人想你。爱妃，你可知道，这是寡人有生以来第一次摘花给一个女子。谢谢大王。嘘，爱妃啊，今日屋里的灯光为何如此昏暗呢？今晚月光好，如果屋里太明亮了，反而辜负了月亮的皎洁，对吗，大王？爱妃果然好情趣啊！爱妃，寡人，今日这般凉爽，爱妃为何手持羽扇呢？因为臣妾喜欢妙目传情这4个字。好一个妙目传情！在寡人眼里，不光是妙目，你的一举一动无不在传情。快点儿！对，小心！对，就放到那边，抬到那儿去。对，放这儿，就放这儿。我看，好，放到案几上。妹妹，姐姐，妹妹快起来！姐姐为酒宴已经辛苦整日，何不坐下歇歇？今日妹妹生辰，大王特别赐宴，你又不喜欢热闹，别人只好作罢。今日只有姐姐和大王替妹妹庆生，若有差池，岂不被大王怪罪？姐姐一直为妹妹操心，妹妹真是感激不尽。此生无以回报，只有来世为姐姐做牛做马了。妹妹再这么说，姐姐可真生气了。啊，你等等啊，那盆花放在门口。是。大王快到宫门口了。知道了。哼，妹妹，天已黄昏，你是否觉得这店里有些昏暗呢？姐姐的意思是，平日里我劝你与大王单独相处时灯光要幽暗，那是为了让大王只看到你曼妙的身材，而忽略了你的缺憾。可今日是盛宴，灯光过暗，一是不吉利，二是坏了气氛。那可怎么办？我想，何不把那9尾天湖灯拿来，放到妹妹身后高处？灯下黑的道理，
妹妹是懂的吧？既照亮了大殿，又照不到妹妹，你觉得这主意如何？姐姐好聪明，我这就进去把九尾天狐灯拿出来。妹妹快去，别耽误了时辰。大王到！大王，爱妃请起，都起来吧。今日寿星何在啊？臣妾不好说。美人病了？美人妹妹没病，只是回去取九尾天狐灯了。取灯就取灯吗？有何不好讲的？可臣妾认为，美人这么做，未免对大王太为不敬了。那盏灯是爱妃送给美人的吧？更何况寡人看来，那灯也没有什么不好啊。正因为好，所以才被妹妹再三讨要，我不得不给她。竟是她向你抢锁的？爱妃，你宽容大度，待人温柔敦厚。魏美人刚刚入宫，一盏灯而已，小事一桩，给她就给她了。可她讨要的理由也太牵强了。什么理由？爱妃一向心直口快，今日为何这般吞吞吐吐？有寡人在这儿，但说无妨。爱妃，他说他要用这盏灯去除异味。大王，你弄疼臣妾了。他当真是这么说的？请大王息怒。臣妾喜欢“要用纯情”这四个字。爱妃生辰，你看今日的歌舞如何？好极了。你为何总是遮着你的面孔？寡人听不清你在说什么。臣妾说，轻歌曼舞，婀娜多姿，真是好极了。今夜清冷，你那扇子该收了吧？是。今日的菜肴不合爱妃的胃口？不，南后姐姐特意让御厨精心准备，菜肴美味可口。那是酒不好喽？不是。那寡人为何见你菜味吃一口，酒味喝一樽呢？是不是因为这里有一股让你难以忍受的恶臭？大王说笑了。那你为何遮遮掩掩？大王，到这个时候，你还敢捂住你的鼻子？来人！大王，
把这个矫情的贱人拉下去，割了他那娇贵的鼻子！大王，冤枉啊！大王，大王，大王冤枉啊！大王，冤枉啊！大王，大王。今日朝会，寡人是想就即将举行的六国会盟一事跟你等商讨，还望众爱卿畅所欲言。微臣听说魏国美人不知何事触怒了大王，昨晚受了异刑。是又如何？魏国送亲的使者尚未离开郢都，便发生这等事情，的确难堪。楚魏联盟由此可能破裂。魏国使者准备就此事递交国书，要求说明缘由，并且道歉。哼！大王，魏王的颜面的确因此而受到羞辱，大王不妨给他们一些安抚。你竟然让大王向魏王赔礼告罪！臣以为屈作图打着合纵的幌子，让我大楚包羞忍辱，置大王的尊严于沟渠。一个美人只是割了鼻子，又不是掉了脑袋，道什么歉呢？大王，此事关系重大。够了，寡人对这个魏美人已经仁至义尽。再者说，这魏美人的事是寡人后宫的家事，与你何干啊？与你们何干？与魏国何干？与河东何干？退朝！夫子。啊，子歇呀！弟子在此恭候夫子多时，何必在这儿等？朝会若有结果，我自会同你说的。弟子一早听说，因为魏美人受刑，魏楚联盟之事可能破裂了。唉，大王正在气头上，根本不听劝说。合纵之事有了裂隙，解救月公主之事，也只好先搁置些时日了。